有啊，有。我本来就不太逛。其实听到疫情是会蛮害怕的，但是有时候必须要买的东西还是得要来。我觉得还蛮满意的哎，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他用那个光啊射我，然后因为我忘记戴那个口罩，然后他就很贴心的说，我们公司有提供纸口罩。刚有从大门进来的时候，发现他们有电视荧幕有在拍摄，然后也有人员会劝导我们，然后要做酒精消毒这样子。我刚刚有进来的时候，有看到他们比较认真在执行这部分。我们针对顾客所接触的各个点的部分，进行一些消毒跟擦拭的动作。第一线的从业人员的部分的话，都会佩戴口罩，针对所有出入口去进行人流管制的部分。那同时提供顾客就是量温度、小吃的一些供餐区的部分，我们都会提供相关的一些棉花座。最近也新增的就是所谓的一个亚克力的一个隔板。其实我觉得还好哎，因为他们有做消毒啊。会啊，就是因为他座位其实都靠蛮近的嘛，还是尽量会避免啦。多少会担心一点，但是现在不是因为都有距离嘛，做那个梅花阵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啦。而且再加上就是做有距离又有隔板可以隔开的话，我觉得就会减少那个问题发生。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日前公布的敦睦舰队确诊官兵足迹，台南市有几个景点中标，而其中最令人感到恐慌的，莫过于百货公司。台南市政府除了协调业者休馆进行全面消毒外，百货的日常消毒是否做足，公共用餐区的座位配置是否重新调整，都会影响民众前来的意愿。市长黄伟哲于百货消毒的隔日，也亲自前往现场视察百货再营运的整体状况。我们来听听伟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循着这个足迹来，那重新走一遍，那当然是要看到他们那个消费区、用餐区的改善，以及我相信，既然消毒彻底，那就没问题了。以消费者跟以市长的双重身份来做这个消毒工作的确认。我们当然鼓励用行动支付，这样都不用碰到手，也不用碰到钱，只要碰到饮料就可以了。我们真的要呼吁，也需要，也要要求。所有去市场、夜市，还有这个去一些地方消费场所的部分，尽量可以的话买外带，尽量可以的话戴口罩。如果必须要用内用的话，在内部使用的话，一定要距离隔开这个社交距离，因为你要吃东西的时候口罩要拿下来。希望大家能够配合，能够让我们的疫情能够得到舒缓。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22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交通部长林佳龙、上午应立委林俊宪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正式会议的邀请，特别到台南听取观光旅游业者的心声。第一站这拢经营酒店嘛提出员工培训、薪水补贴、甲减税免税等等具体纾困方案，希望帮助业者渡过难关。来到去年，林志玲选择来台南办婚宴的酒店，伊除了掌握人客体温甲消毒以外，上届起人的第7台号名金宝的机器人。饭店表示，为了防疫，其实因早就超前部署，除了用伊来宣传防疫、净化空气，卖当进行客房服务，甚至现在也可以当送餐，减少甲人客接触。对此，市长吴伟霆相当肯定，且讲爱加倍期待。防疫期间能够这个刚好做到一个没有无人接触的这个管理哈，不管是到客房送餐、送水，或是做一些相关的防疫宣导，它都不需要这个人力哈。我觉得其实这部分避免减少人跟人接触的机会，也增加了一个这个住客更安心的感觉。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而且这个机器人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好，这个机器人他们在去年就已经，应该是去年吧，至少去年以前就开始使用了，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刚好现在派上用场。我希望有机会多买几部嘛，好，反正就很好用而且大家也增加了这个住客的一个新的亮点。
市长切讲爱加买柜台，毋过业者确实有注伫心内，因为3月业绩衰退4.7%，比起来已经算是自由升。而4月到现在，目前衰退5.5%，包括宴会厅业绩拢挂零，对饭店来讲相当的辛苦。特别劳动节连续假期的大房嘛无乐观，所以上午透过交通部长林佳龙来视察的机会，积极来တင်情。3月份的话，业绩有衰退了47%，那我们算是比起来算是资优生。那到了这个月份的话，目前衰退在55%。OK，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辛苦。那为了员工的生计，所以至目前为止，我是没有让任何员工放无薪假。那我们光是这个薪资的负担就非常大。那么有跟市长澄清，就是有些纾困的方案的话，代表了业界的一个感谢啊。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在这段期间的话，业务比较淡的话，做一些所谓的培训啊，因为观光局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纾困的一个培训。那我们同时呢有旅游交流协会，因为要透过工协会来办训，还有台南市观光产业联盟啊，我们就是办各种不同的训练，然后帮助大家在这段期间呢能够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交通部长这段行程应立委林俊宪邀请，主要就是要了解台南观光旅行、甲饭店、交通等相关业者受到冲击，以及具体纾困方案的心声。主要是要跟我们台南所有的观光产业包括旅馆、民宿、旅行社、游览车、计程车就是观光跟交通事业的代表见面，来谈纾困。到底纾困政府这样的计划，他们可以感受到吗？有帮助到他们吗？那申请的过程有没有困难？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是今天林佳龙部长亲自到台南来也算是我们交通委员会正式的会议。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交通部长对啊实地关心饭店的防疫作为，了解相关业者的困境，嘛具体提出包括员工培训、薪水补贴以及课税减免等纾困的方案，来协助业者渡过难关，并答应所有方案会随时检讨。以饭店业来讲，确实现在业绩都掉到2-3成以下，那我们的一方面防疫的措施。提供包括口罩、酒精还有其他的协助。那更重要，我们希望说能够在这个期间协助观光业者渡过难关。那大概有几项纾困的措施我们已经在执行包括员工的培训那刚刚也听到饭店他们觉得这个效果很好。那另外就是薪资的补贴那林俊宪委员也特别有提到。要反映实际上它减少的这一个营业额我们会从优来认定另外就是参考我们地方政府的地价税、房屋税来做营运亏损这方面的一个补助。那最高可以到达1800万元。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发放。那所有的这一些纾困的措施，那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也会滚动式的检讨。既然拄着饭店都来配合防疫中心的指挥，嘛趁这个时机申请补助培训员工，提升竞争力，为日后做准备。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会民进党团召开台南市办恶税检税记者会，邀请市长加在税局长参加。垦田市府顺将民意，为去年开始调降办恶税，减轻市民的负担。尤其今年受到肺炎疫情的冲击，台南市政府阁主动调降办恶税，调降的比例上悬，会当调降5成左右。肺炎疫情冲击各行各业，中央政府推出各项纾困方案，帮助民众渡过目前的难关。台南市政府嘛主动配合中央，调降台南市今年的办恶税。减轻市民的负担。实际上，端会有纾困的钱，我们拿去发给民众。就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些受影响，这次疫情影响的观光饭店或是一些旅馆他们本身已经没有收入了，结果还要再缴纳很高的房屋税。即便是房屋税降低，但是也是有的。那这部分中央会有一部分的补助，我们补助给他，然后他来缴纳他
这个部分就实质降低了房屋税了哈。黄伟体另外嘛，呼吁房屋处主会当调降租金，这会来共体时间。官方跟民众大家一起来共体时间，那就希望说，也希望说有一些包租公、包租婆们哈，你们也可以帮忙对于房客们哈，他很多上班族已经在休无薪假了，很多像有一些人现在减薪，像华航就打85折了哈。那有些企业也在减薪的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也高抬一下贵手，把房租稍微降低？但市议会民进党团伫去年初提案，要求市府调降房屋税一案，市府的正面回应嘛，得到民进党团的肯定。民众今年的税金平均会减了3成到5成左右，相信台南市民今年收到房屋税单一定会相当有感。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4月23號是世界冊棚日，市府伫推廣閱讀的同時，嘛小挺農民拼經濟。伫東港整50位前往圖書館借冊，以及整100位到古蹟景點的民眾，市府攏會贈送火鶴花。但市伫推廣閱讀的同時，嘛無袂記哩拼經濟。文化局迎接今年4月23號世界冊棚日。伫東港，民眾只要到圖書館借冊，會送一蕊火鶴花。上午市長吳偉鐵特別來到圖書總館宣傳，先一日送予借冊民眾，希望透過發送在地會費，刺激農產內銷，來幫助受疫情衝擊的回農。隨着台南市有40幾個圖書館同步要展開，就一方面要培養我們市民閱讀的習慣，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夠這個對於我們這個書跟花卉做最好的結合，所以凡是每個圖書館前50個借閱的民眾我們都這個送火鶴花，送單株火鶴花。一方面火鶴花可以見證說讀冊好好，讀書好好，也希望說大家能夠培養一個這個愛花的這個習慣。那當然，我們台南市的圖書借閱率，平均每個市民的圖書借閱率，在6都裡面是排第3的。我們希望說，將來能夠更養成開卷有益的習慣，大家能這個愛書看書。面對市府的防疫作為，民眾嘛攏相當有感到宣傳，呼籲大家防疫期間借冊佇厝內閱讀上好。我覺得赤地圖書館的這個借書送火鶴花的活動非常的好，因為剛好配合世界書香日，然後可以就是延續就是借書看書的熱情。那雖然現在是在防疫期間，大家可能都比較不方便，也不敢出門，但是很歡迎就是民眾都可以到圖書館來借了書，可以帶回家，然後就可以送你一枝火鶴花，或是上圖書館的網站也有很多電子書，都可以在家就是借閱做使用。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的好。會長文化局長馬進一步表示，這禮拜6禮拜4市區5個古蹟文化景點，前100名購票民眾嘛同款送火鶴花來響應世界冊棚日。台新聞管及郭博義採訪報道。先休困一下，馬上回來新聞現場。跟我們一起走進閱讀森林吧！我們將閱讀分成6大主題。首先邀請到新世代作家楊富敏、江兒、李炳書、阿春爸、IG 作家，來到台南愛讀冊節目中與您見面。敬請鎖定每晚8點半第3公用頻道。為了替區里第一線的防疫人員加油打氣，一陣台南在地企業做伙響應關鍵防疫物資的活動，在嘉義區公所舉辦關鍵儀式，市長特別出席，感謝企業的愛心。為了協助大北門區、嘉義、西港、七股、客家、北門、將軍等各區的防疫工作，並慰勞區里第一線防疫人員的辛苦，台南在地企業盛達製藥、維多利亞幼兒園、大衛建設、
以及企业家张敏雄共同捐赠营养品以及酒精等防疫物资。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捐赠仪式，感谢这爱心企业的协助。感谢我们生展公司能够捐赠给我们这个6区的里干事，这个第一线防疫人员，他许多防疫用品，包括这个酒精瓶包括这个益生菌还有防疫罩这些，其实坦白讲，对我们比较偏乡的地方，其实更需要人家的这个大家的关注。那其实因为病毒是不会分市区还是非市区，但是事实上许多物资的配送，我觉得其实在非市区的部分还更需要。市区固然密集那容易染病人跟人的接触比较多，但是因为它的资源相对比较充裕，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对于非市区市府本来就更应该关注。那今天非常感谢生产公司，它能够率先这个做出让人非常感谢的这个捐助。另外，市长黄伟哲也以端木舰队的提醒民众，不管前往任何场所，拢爱挂喙罨，避免发生社区感染的事件。端木舰队寒食舰的这个风波发生之后呢，他去过很多地方，包括夜市，包括很多这个聚集的地方，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个产生社区感染，所以说希望大家无差别的戴口罩，也就是说，不要说你有没有去过这个足迹，有去过确诊人走过的足迹，其实戴口罩就比较没有事情市府感谢在地企业用回馈社会心，提供防疫物资慰劳辛苦的第一线人员，并致敬龙香港保生大帝平安符，祈求疫情会当早日结束，社会平安。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面对这波军感感染的疫情，有可能要长期抗战。大台南不动产公会特别捐赠200万，帮助市府防疫。由副市长柯玉典代表接受。除了肯定公会以外，嘛会将善款纳入防疫爱心专户，好好运用。面对疫情全球延烧，需要长期抗战的准备，大台南不动产公会伫理事长詹亚亮带头，包括这位业务理事长等干部，拢来到市府，总共传200万，要来抛砖引玉，帮助市府充实防疫的资源。这一次的疫情因为相对的，好像目前都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管。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了。那身为社会的一员还有工会组织，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略尽绵薄，然后把一些力量集中给这个市政府，让他们来做好万全的防疫准备。那这个时间可能很长，那我们都是全民的责任，不是市政府的工作而已。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次这个集资，我们也借以抛砖引玉让所有其他的民间企业能够大家一起来响应，然后付出那个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把这个疫情赶快有效的把它控制下来。会中副市长柯玉典代表市府接下善款，并且颁奖感谢状，认为这个是政府甲民间合作对抗疫情真好的示范。市府嘛会将善款纳入专户，好好珍惜运用，共同守护家园。台南市政府呢，在整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力呢，再加上民间的这样的配合，我想詹理事长领导的我们的工会呢，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跟我们市政府的力量结合。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私协力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们愿意这样子抛砖引玉的这样子出来呢，让我们台南市各行各业各个企业呢，如果呢我们对于呢我们的防疫的工作呢，如果呢能够来一起来协助，不管是我们的在我们各方面的志工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经费的这样一个捐助，我们现在成立一个专户。我们对于台南市呢，未来呢，我们的这样的防疫呢，我们有一个爱心专户，我们也希望呢，在今天透过我们工会我们理事长的这样的抛砖引玉，我们呼吁我们台南市的各界，如果呢我们呢心有余力呢，把我们的相关的这些经费呢投入到这个爱心专户来。
透过我们这样的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努力呢，把我们的防疫的工作做得更好。因为防疫的物资呢一定会不够，因为我们其实台南市目前动员的非常多的，我们包括我们的消防呢、我们的警察、我们的民政整个都动员起来。我们希望呢在建构整个市长在大台南的这样的一个幸福城市、健康城市，把防疫做到最好，然后让市民过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台南相关企业家团体不断爱心行动来防疫，嘛代表台南市团结总动员来对抗疫情的关心。台南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因为肺炎疫情的冲击，嘛影响到社会福利团体收入，所以华山基金会每一当伫5日节应景义卖手工纱文，嘛特别提前做宣传，希望大家定定洗手防疫的同时，嘛当买纱文做爱心。为了避免相对较弱势阿公阿嬷因为资讯不足成为缺口，永康区长张瑞民亲自示范洗手的7大步骤。并且一一宣导长辈时代防疫勤洗手的重要性。除了这以外，公司嘛率先认购华山基金会60组用木草所做的手工徽章，并且佮会馆和区内华山所服务的长辈做二次公益，相当感谢。在这个防疫期间呢，马上就是接着要过端午节了。那华山基金会平常就是对我们整个独居老人啊、弱势家庭啊、有身障啊、还有失能等等这些的照顾，咱规个台南市大概伊服务的对象有2500外个，伫咱永康有占了150个以上，所以伫这个今年的活动主要都是伫端午节头前，普通时伊可能拢会送咱遮的需要照顾的这个乡亲肉粽等等，但是因为今年防疫较特别，所以伊就改变做法来义卖这个手工皂、墨草啦。的手工皂，来要互咱遮需要照顾的乡亲，鼓励因甲因宣导，伫即个防疫期间一定要勤洗手。我相信这7大步骤，咱伫个大路口，伫咱台南市为黄伟哲市长开始，民政局长开始伊拢有咧做示范互咱看。我相信这比戴口罩是基本的，那勤洗手才能够彻底的来防治病毒的感染。面对疫情对经济冲击，华山等社会福利团体捐款相对嘛减真济。这回永康公所率先做爱心来买手工徽章，而且是有木草成分的，嘛提前为5日节华山应景的义卖产品来代言。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防疫的议题，那第二方面呢，其实也是鼓励大家，就是正向防疫之余，也要顺手做公益。对，大家民众可以踊跃购买这个爱心墨草皂，除了自用以外，那如果觉得有多，还可以转赠给我们在台南地区服务的独居、身心障碍跟比较弱势的长辈，让这些阿公阿嬷，其实在我们整个台湾社会齐心对抗这个疫情的同时，也可以赶上大家的步伐，不至于成为防疫的边缘户。这个爱心墨草皂的部分，它其实本身就是用了就是它比较像是我们在端午应用的一些节气，就墨草的部分为它最主要的原料。那其实这个已经是我们在今年就是应该是说华山基金会我们在每年端午节前后左右，其实也都会推广了这样子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产品的部分，其实它除了这个墨草，也顺应了就是我们在端午节气要有那个趋吉，就是驱邪这样子的一个功用。那它当然基本的防护、清洁这些功用也全部都是有的。华山基金会进一步表示，伫勤洗手来防疫的同时，嘛希望顺续买爱心徽章来做公益，帮助更较侪弱势长辈。台南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